5月12日過去結束了。護戒協會的經驗告誡我們無法帶住各種執念以及造成並加劇這些問題的性格缺點而獨立生存。如果我們已經用第4步的探照燈反覆檢視了我們的生涯，並且如釋重負地發現了那些我們不願記得的經歷，如果我們已經了解到錯誤的思想和行為是如何傷害了自己和他人，那麼就會比任何時候更為急迫地需要結束這種沉溺於過去孤獨和封閉的生活。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44頁。過去的就過去了，我們無法更改，但是透過與過來人和開導人的交談，我們對過去的態度是可以改變的。我可以希望從來沒有那段過去，但如果我改變對我已做過事情的看法，我的心境也會跟住轉變。我完全沒有必要執住於抹掉過去。我可以改變我的感覺和態度，但是我必須透過會友們的幫助以及去採取必要的行動，